咧陀住架紫荊戰車都好辛苦㗎。頭先喺呢個富豪酒店後邊咧，真係全靠大家嘅支持。咁我哋咧其實人民力量已經碎成3條隊㗎啦。而家希望呢個隊你收到咧會入翻龍頭，等埋龍尾咧我哋再有。去完終點我哋有事後嘅活動係咪啊？參與事後活動，參與好似毓民嘅劉生想參與嘅舉手。今次你大鑊啦！好啊，老味未翻支板，我繼續上翻紫荊戰車啦。大家呢個站咧設得非常有意思，因為咧呢個地中海胡志偉就係佢提出區議會改良方案，真係香港人食屎㗎啦！民主黨食屎啦！民主黨食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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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民主黨胡志偉叫你棄暗投明，點知原來你就係始作俑者，所以你已經冇彎轉，你只有食屎一度。你中意食屎，我哋香港人絕對唔會跟你食屎。你要放棄，我哋會堅守2012雙普選。多謝大家，撐毓民等於撐自己，出嚟行嘅每個人都無愧於心，無愧於我哋下一代。所以我好希望大家堅持落去，堅持到正總，堅持到。